台湾守庙天坛平安米大馆活动，这次迈入第17次举办，结合了信众回馆的爱心米5450包，大约是3270公斤的白米，要来捐予台南市中西区、安平区、安南区、东区、南区以及北区等区公所以外，嘛要捐予南台南家扶中心、爱乐管弦乐团、聋哑福利协进会、喜圣人协会等10个单位。17届捐米的活动拢总5450包受惠的单位呢有东西区、东区、南区、北区、平安区、安南区、台南家扶中心、爱乐管弦乐团，还有台南聋哑福利协进会、社团法人台南喜贤协会，拢总有10个单位。这个捐米活动呢，是咱全部咱的迄个信众呢。来，互大家爱心捐米，互咱天坛，由咱天坛来转到咱迄个台南市一寡各区，来转到咱贫困的迄个居民安尼。对着照顾人数较侪的弱势机构，台湾守庙天坛另外嘛准备了大包装的茶米6800公斤，要来送互因，希望会当互因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关怀。我要感谢我们台湾守庙天坛。这些先行歹德，他们付出的一点捐献，我们天坛要帮他们做那个社会公益，非常感谢他们。今天的话，我们有捐了那个6800公斤，一包是30公斤，得11个单位的那个社福团体。为了感谢庙方以及善心信众的慷慨付出，真侪受赠单位嘛再来了感谢中，表达感恩之意。守福天坛，赞！感谢我们天坛一直以来对我们这个社会教化跟公益慈善的工作做得相当的一个尽善尽美那尤其配我们市府的一个政策那今天是我们第17次的一个以米代金的平安米的一个捐赠那也感谢天坛这边还是照顾我们所有的弱势的那这边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发想，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共襄盛举然后对我们整个除了说环保之外，也能够帮助一些弱势也感谢天坛的一个善举。不止这次的捐赠，守庙天坛董事会今年也陆续捐出300万，协助市府采购防疫物资，成立新冠肺炎快筛站，就算是在疫情期间，天坛善心也无中断。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